来继续来看云林的北港妈祖病院规划课程，带长辈来做运动。2个月课程，让真侪时代身体得到改善，心情嘛更加开朗。老师放台语老歌，带这时代做运动，为了响应教育部运动爱台湾的政策，北港妈祖病院规划专项的课程，训练在老大人身体活动的能力，加相关保健的观念。我本来我脚安尼行条路无方便我即摆会行，甲阮这食食这3顿食食3个较有营养。2个月课程透过运动甲用无共款的机师或者老大人活动来减慢失智失灵的速度。我们在这个计划执行2个月，已经快要结束了哈。那看到长辈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他们的笑容多了，会跟我一起对谈。透过训练，这老大人唔但享受到运动的快乐，同时佫有健康的身体。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